第12章，咱既然有遮尼多的见证人，亲像云彩围着咱，就着放落逐项的重担，脱去容易伫累咱的罪，专心吞忍，走迄个排伫咱头前的路站，仰望为咱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伊因为迄个排伫头前的喜乐，就看轻见笑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就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。迄个忍受罪人即款忤逆的，恁着思想，免得野先灰心，恁甲罪恶相争，也无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恁阁袂记得迄个苦劝恁，亲像苦劝囝儿的话讲：我的囝，毋通看轻主的管教，受伊责备的时阵，也毋通灰心，因为主所疼的，伊的确管教，阁鞭拍凡那所收纳的囝儿。恁所忍受的，是上帝管教恁。款待恁亲像款待囝儿，太讨有囝儿无互老爸管教呢？管教原是正囝所强受的，恁若无受管教，就是私主，毋是囝儿。个我捌有生身躯的老爸管教咱尚请敬重的，何况万能的爸。咱减无搁较着顺服伊得着我嘛？生身躯的老爸，拢是照家己的意思管教咱，只有万能的爸管教咱，是爱咱得着益处，互咱伫伊圣洁的顶面有份。凡那管教的事，当时袂觉得快乐，反倒觉得愁苦。后来却为着迄经验过的人，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，恁着将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着为家己的骹将道路修直，互歹骹的袂搞着歪骹，反倒得着好。恁着追求甲众人和睦，搁着追求圣洁。若毋是圣洁，无人会看见主，搁着谨慎，惊了有人失了上帝的恩，惊了有毒菌生出来扰乱恁，因为安尼叫众人沾染拉散，惊了有淫乱的，有贪婪世俗，亲像以扫的，伊因为淡薄食物，将家己大囝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老爸所祝的福，竟然受弃绝。虽然提靠切求，却得袂着门路，互伊老爸的心意回转，这是恁知影。恁原毋是来到迄个会望着的山，这个山有黑暗、密云、乌暗、大风、角声、甲讲话的声音，遐会听见这个声音的，拢求毋通阁向因讲话，因为因当袂起所命令因的话，讲我近这个山的，就是走兽，也着用石头定死。所看见的极其通惊，甚至摩西讲：我真是惊兄尿尿喘。恁就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上帝的城，就是天顶的耶路撒冷。迄位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伫天顶，这个大囝的会所，强主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上帝，甲受成全的义人的灵魂，搁新约中的中保耶稣。以及所受的罪，
即个会所讲诶，比阿伯诶会所讲诶搁较好。恁总着谨慎，毋通弃绝迄个向恁讲话，因为遐会弃绝伫地上警戒因诶，尚请袂话多侪，何况咱违背迄个对天顶警戒咱诶呢？当时伊诶声音震动了地，总是现今伊应允讲，过一摆。我毋但若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过一摆的话，是指明受震动的，就是受造的物，拢要煞去，互迄个袂话受震动的尚存。所以，咱既然得到袂话震动的国，就着感恩，照上帝所欢喜的。用虔诚敬畏的心服侍上帝，因为咱的上帝就是热火。